內欄包尾嗰隻咧，粉紅帽黃衫世澤之星入征直路啦，前面阿馬寶寶佔先啊，咁啊見到呢隻加州議長響第二位，中間龍船入邊50就冇位啊，再見到中間冚上嚟噶嘛，仲有澤大大，內欄呢仲有世澤之星操50，依家攞出嚟中檔追噶啦，大外檔加州再現，最後100一比落去啫，50已經爆甩咗其他對手啊，埋邊位置有呢隻世澤之星跑第2，第3加州議長第4，澤大大啊！你都唔好話唔驚，最後300，開頭冇位，仲走入去俾人冚，左手邊嘅國能喺佢隔離，咁啊但係一攞到出嚟望空，結果50一爆就贏啦。世澤之星包尾追上嚟第2，加州議長嘅第3、第4名澤大大，都真係有啲驚啊！50，升班真情再贏，全世界過晒落去，大佬幾驚啊！嗰位真係個都得10幾蚊開頭。好，第2名一途嘅3大約尾4度咧就加州得力啊，一路喺外邊係一石二鳥啊，尾3就錢多多，尾2正道拋咗落尾智旺財啊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咧就係呢隻竹園啊，咁啊慢慢追上嚟係神速密碼，再見到中檔位置有非凡達啦，加州得力追咗少少啦，埋邊呢，咁啊仲有隻彭越啊，最後100零米到啦，竹園再認真比落去，已經將後邊嘅對手越拋越甩，贏出呢場賽事啊，追上嚟第2位嘅馬有非凡達啊，神速密碼咁啊慢慢發力都冇咩。外邊追上嚟嘅馬就係智旺財，出邊8正道啊！咁啊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竹園擺咗喺前面走呢，就放到啦。第2名嘅非凡達啦，以為神速密碼有第3嘅時候，其實翻到嚟力弱啦。外邊智旺財衝咗上嚟，最出仲有隻8正道啊！嚟到3鐵嘅次關，繼續都係大熱門取勝啊！竹園啊，第5位埋邊就銀亮福將啦，出邊呢仲有福日啦，再喺外邊位置奇峰啊，跟住後邊嘅馬平海掌聲就黃衫紫色帽都掟埋出去噶啦，外邊位置追嘅馬呢，仲有木火同名啊，好啦，正在直路前面透出嘅馬呢，就係中檔位置人和嘉誠啊，福日就好輕鬆撳住都上嚟啊，埋邊拍住嚟兜，仲係喜進之星啊，外邊追緊上嚟好大隻嗰隻平海掌聲啊，兜到嚟最後200米，福日喺中間透出，外邊追佢有平海掌聲啊，埋邊位置嘅馬匹呢，咁啊仲有呢隻喜進之星啊，嘉應精彩嗰啲馬接近終點，福日一出拋離對手野馬跑第2名平海掌聲啊，嘉應精彩第3、第4名係嗰隻上教啊，咁啊結果呢隻福日哇真係犀利啊呢隻馬，咁啊飛到馬道先得噶，咁啊結果一出即贏啊，咁啊仲要係一隻3歲馬2搭，咁啊跟守住2搭嘅位置一比落去已經拋離對手啊，平海掌聲第2，咁啊第3名嘉應精彩。第4名應該係嗰隻上教啊，撳住都贏啦！11號嘅福日巴道高伯新呢個組合跑第2名就平海掌聲。呢就線路明星嚟噶，好你入直路咯，前面好機會仲係佔先啊，爪王飛電響第2位，實業風采第3位，出邊馬來之真啊，再攝內欄呢，仲有總統之光啊，普普小子嗰啲馬，揈咗去出邊追呢，咁啊有呢隻呢，就係熱門馬嘅招財快驅啦，出邊美麗大師上緊嚟啊，馬林中間一個又冇乜位喎，鬥到嚟最後200零米，哇呢隻美麗大師真係好勁啊，喺外邊一擁就已經上嚟過晒噶啦，中間有呢隻但求上報招財快驅，咁啊再喺出邊位置仲有赤龍區接近終點啦。美麗大師一出即勝啊！咁啊第2名嘅馬呢，但求上鋪同埋呢隻呢，咁啊仲有呢隻熱門馬招財快驅啊，相當接近啊！咁啊結果呢場賽事呢隻美麗大師我都俾佢贏馬嘅姿態嚇親啊！咁啊結果就真係以一個相當輕鬆姿態插班133磅，3歲馬一出贏1600，犀利啊！哇！呢個驚人嘅贏馬姿態啊，美麗大師啊，第2啊！似乎入邊喎，好似入邊喎嚇，都東你一 Q， 招財快驅應該第3，第4就好似赤龍區啊！哇！呢隻新星嚟嘅啦，應該。好啊，尾4白衫白鼻箍勁脆，後邊3隻有細必跑啦，大情人啦，包尾仲有呢隻發明小子嘅。好啦，咁啊轉緊彎嘅時候啦，馬克羅斯帶住咧包裝騎士入嚟嘅，咁啊見到龍船第2、第3位啊，再見到揈出去有文藝復興追啊，後多少仲有勁脆啦，出邊上跟住嘉應之有內欄嗰啲就共創更好嗰啲馬，鬥到嚟最後200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呢隻馬克羅斯放順咗都贏緊呢場賽事噶啦，龍船一路跟住佢喺呢個第2位進佔第
第3名嘅馬呢就勁脆啊，跑第4名呢就埋邊嘅共創更好啊。咁啊結果呢場賽事杜麗咪咁樣杜麗啦，咁啊翻晒嚟啦。馬克羅斯帶頭，龍船就跟住佢，結果就呢條連贏位翻咗嚟啦。跑第3名，少少追勁啦。4號馬嘅勁脆啊。咁啊至於內欄跑第4呢，應該係呢隻共創更好，機會呢比起出邊嘅勢必跑啊高啲，要影相。臨尾都落好多飛啊！12號嘅馬克羅斯吳家俊贏，跑第2名7號嘅龍船柏寶，第3名4號嘅勁脆麥偉利，而第4名呢？就係咪裏邊慳咗嗰隻？粉紅帽嘅尾子橙色衫呢，就赤膽搖搖包尾呢，就彩利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半有多啦，前面崇山堡呢，咁啊一路都仲係佔先㗎。跟住第2位外欄有呢隻川河快區啊，後邊嘅第3位呢，白鼻梁就係奪目商人啊，再埋邊橙色衫有赤膽㗎，兜到嚟最後200米到啦，崇山堡一比落去呢，大約截離咗4個身位到啦，奪目商人立埋上嚟添啊，川河快區喺外欄都冇㗎啦，埋邊上咗嚟仲有赤膽，接近終點啦，崇山堡一出狂勝對手翻嚟啊！第2名呢就係呢隻奪目商人啊，第3赤膽，第4川河快區。咁啊，結果呢場賽事呢隻崇山堡呢，咁啊其實真係好似臨場係的，而且確係好似比其他馬都幾乖巧嗰啲啊嘛。結果贏嘅姿態都比想象中犀利添啊，贏得好遠啊！奪目商人第2，赤膽第3。臨場就係揀佢嘅嚇。真係乖巧啲，定啲啊！莫蘭上到嚟第3嗰隻得穩財智，然之後跟住海船王，最後啲跟住時尚風采，然之後火太陽啊！最後啲中檔位置跟住就係雷老虎入邊仲有銀鑽啊，然之後就係中橫萬里，後面仲有中游名區啊，後面仲有前衛勇士啊嗰啲馬嘅，仲有隻直路約莫，仲有呢個300米，仲有前面第1隻突咗為鼓浪旋風突咗為啊，好爽開上嚟追過後面之後，終於見到時尚風采，大過嚟上嚟見到雷老虎啊，後面上嚟仲有中橫萬里，中間仲有銀鑽啊嗰啲馬，前面時尚風采係鬥緊呢個鼓浪旋風，中間攬下就係好爽，而家上嚟先至見到雷老虎嘅時尚風采越騎越有，應該可以先拔頭籌啦，時尚風就跑第1，鼓浪旋風跑到第2，跑第3名雷老虎嘅。飛道馬道時尚風采，轉入直路呢，扣住喺4、5位左右，一踩油。成個心之後，跟住就係沿途有你啊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家寶神區啊、寶貝啊嗰啲馬㗎。約莫仲有呢個200零米左右，前面第1隻突咗圍呢，見到大熱門嘅領航之星同佢一齊鬥緊嗰隻就係鳥語花香啊。我咪上嚟見到就係剛剛好啦，然之後跟住先見到雙辣啊，後面上嚟見到亞洲橙王啊嗰啲馬嚟嘅。前面嚟講鳥語花香啊，第1隻突咗圍啦，領航之星騎落反應都係麻麻地嘅啫，後面上嚟而家先至見到呢就雙辣嘅鳥語花香跑第1，跑第2名領航之星，跑第3名雙辣，跑第4名大關刀。果然係世紀之區嘅 Full Brother 嚇。鳥語花香越走越順，結果直奔終點，一檔都贏。鳥語花香第1，領航之星第2，雙辣第3，大關刀就跑到第4㗎。咁你都話認住件彩衣就知道係好嘢多啦，但係原來好到咁喎。咁啊見到有呢隻呢就天行健黃衫藍眼罩上嚟，中間天生一對，再喺外邊嘅馬先見到呢仲有聖賢啦，出邊位置仲有美麗滿滿啦，等入邊呢仲有巴基之友嗰啲，鬥到嚟將有300零米啦，美麗同享放順咗，擠離咗大約有個零身位嘅，外邊天行健啊追緊啊，再埋邊位置仲有巴基之友啊，咁啊後多層啊嘛，包裝智威亦都喺馬林入邊追緊啊。最後100零米，美麗同享放順咗，接嚟咗2個身位，呢場尾場呢就贏緊噶啦。第2名啊嘛，包裝智威上緊嚟，入邊仲有呢隻巴基之友。第4名嘅馬呢，外邊同舟共濟，亦都趕過咗嗰隻呢，就清宮精神啊。咁啊，結果幾隻美麗之中，呢場賽事美麗同享得佢一隻放頭啊。咁啊，結果一放到底啦，收晒姜贏添。跑第2名啊嘛，包裝智威，巴基之友第3，第4名同舟共濟。尾場賽事，潘頓就食個尾糊，都係告東尼馬房啊，贏尾場。美麗同享臨尾着咗綠燈啊，4.4倍。跑第2名包裝智威，第3名巴基之友，第4名4號嘅同舟共濟。天行健彎位踩油，翻到嚟冇乜喎。